忘掉了。我以为结束了，然后他还有。哇，他直接给我跳我的歌单了。哪边？这边吧。 忘了好多都。对的，对的。谢谢谢谢，谢谢核心，谢谢。谢谢老师的夸奖，谢谢。好，不好，跳了一半。这个是啥呀？然后呢？想不起来。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关注，谢谢点赞。我继续跳我的了啊！这是啥？声音会不会大？谢谢送灯牌，谢谢点亮。
嘛去？累了。不点歌啊，不点歌，今天不点歌，我想跳什么跳什么。把声音开大一点点，这里要嗨。不要抖音，谢谢大家的到来。你跳什么我们看什么。好的，谢谢送的小心心。我们看下一曲是什么？是啥呀？不好意思，声音有点大。没多少事，这跳过啦。哇，这个疯了吧？疯。
谢谢送的小心心，谢谢送的啤酒，也开窍。直播玩嘛，玩，随便玩。下一局吧，这个好累的呀。我们挨着来，好多歌，索要拉三，回来了哦，不好意思，什么？你就跳着玩。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都跳了，肉汁也跳了，扎西也跳了。来，转得飞起。
我昨天把我会的都整理了一下，然后我现在挨着放，挨着放。累。光来不聊天了吗？大家都来了，来了都走了。四仙。头晕啦！不唱会不会对不起自己？来的来的，行，可以。
对。没转好，过分。下手。So show。累了。这关注率好高，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粉丝灯牌，谢谢小星星。累了，我们等它加载一会儿啊。有汗水了。过了一点吧，累了聊会儿天，没事儿，我还有劲儿，一身的牛劲儿使不完。这是啥？好的，这首歌都一样的动作。不错。这太长了。 10几分钟，这有10几分钟了。谢谢鲜花，谢谢秦热心，唱的歌好多对。 无所谓。
听一下，鉴赏一下。哦呀塞！串秀，转秀。谢谢鲜花，谢谢情歌鲜花。美就好。这个太长了。教舞呀，我还没有这个资格。那个梅朵老师在成都，他们有开班。你来那个江石街嘛，那边有可以学的。天天我没有天天有空啊。我都是随意开播的，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开播了。
费啦。人气一定旺！不是那个教学的话很麻烦，因为你们会定时定点，每天几点到几点播这种，我没有这个定性，所以谢谢。现在几点？现在6点25。再跳着1、2首就走吧，就出门啦。谢谢推荐，谢谢分享。学这么多，没有学这么多是因为喜欢，喜欢。我的曲库可多了啊。来。6点半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刚才那个叫美丽的麦地卡。
来都是特别厉害的老师在带。累了。我想换个衣服，等一下。跳舞。累，热。曲子名字哪个？刚才那个吗？叫什么？叫达布阿邪。达布阿邪，达布阿邪。我把电充上。Muda jadi mila kasut kan
在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 体力好，那使不完的牛劲呀！谢谢人气票，谢谢。我中间都没咋停。体力都不会，这个有一点点不会啊。
脑子宕机了，突然就，谢谢小星星，谢谢。Oh sorry。Hello， 45了。什么啊？来个亢奋一点的。太花了，连麦不连麦？我不喜欢连麦。好，坐，请坐，家人们请坐。
了多久？应该有个一个半小时吧，1个小时应该有吧。好，让他闭嘴，我们听会儿歌。